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距離福田口岸只係3個站嘅石下站飲茶。呢間茶樓係深圳老字號，環境古色古香，非常啱打卡影相。另外會帶大家去間港人好中意嘅眼鏡店，而家全深圳有4間分店，睇下最近有咩優惠。最後會去行商場，呢個商場似香港嘅舊式百貨公司，咩都有。而且有間好大嘅超市，好適合中青年人行，仲俾我揾到間好平嘅剪髮店，長者只需要20蚊，真係超抵，又剪得唔錯。睇埋條片就知喺邊度可以揾到。最後當然要嘆個糖水下午茶，結束1日嘅行程。首先去飲個茶，今日要飲茶嘅呢間酒樓位置就近地鐵石下站 A 出口。望向左手邊就係石下時代廣場，過馬路然後直行，大概3分鐘就到。茶樓位於廣場內嘅2樓，叫悅得閒，係一間好有嶺南風格裝修嘅茶樓，無論係家庭飲茶或者朋友輕鬆聚餐都好啱。首先講下店內環境，悅得閒主打新中式嶺南西關風格，裝修好有廣府情懷，成間鋪頭用暖光燈飾、滿洲窗，古典雅致又唔會太奢華。店內空間闊落，座位間距充足，環境整潔，完美還原老廣得閒嘆茶嘅悠閒感覺。跟住推介點咗幾款特色點心。第一樣就係鎮店招牌金沙海蝦紅米腸，外層軟糯滑嫩，中層金沙香脆，入面包住鮮蝦，口感層次十足，幾乎每張台都會點。悅得閒呢一款四喜蝦餃係由4色水晶外皮做成，擺碟好靚，好吸引，皮薄煙韌，入面嘅蝦肉飽滿彈牙，好爽口，加埋個湯落去浸下，食落更鮮甜。跟住呢個小籠包，質地柔軟，汁水都算多，味道溫和唔油膩，油份控制得好好，大人同細路都啱食。仲有呢碗魚片粥，絕對值得一試。粥底熬到綿綿密密，入口又滑，魚片一啲腥味都冇，加少少薑絲提鮮，好清淡，飲完成身暖粒粒，非常舒服。仲有好多點心未能一一試到，咩黑金流沙包、鬆花蛋撻、醬汁鳳爪、手打牛肉球等等，全部手工新鮮，即點即整。你哋有冇試過？好唔好味？留言話我知，等我下次再嚟試下。總括嚟講，呢4款點心出品穩定，用料實在，味道地道，價錢同香港差唔多，人均消費大約80至100蚊。環境舒適，假日約埋啲朋友上嚟，慢慢嘆下茶，影下相打卡，都不知幾寫意。中意地道粵式風味嘅朋友可以一試。飲完茶，我哋就過隔籬 A 座新天世紀大廈睇眼鏡，鋪頭喺呢度嘅10樓，叫 Easy Wish 眼鏡店。一入嚟第一感覺就係環境好舒服，一面都係落地窗，採光超好，整體感覺乾淨舒服。鏡框全部按款式分區，想點樣試就點樣試，慢慢睇，完全冇壓力。一副好嘅眼鏡，除咗款式靚之外，戴得舒唔舒服都好緊要，而驗眼就係決定性因素。呢度嘅設備全部都係進口嘅，好似日本拓普康驗光儀、蔡司3維定位儀、豪雅智能測量儀等等，能全方位掃面，同距同高精準到0.1毫米，高度數或者有帶散光嘅，配完冇咁容易頭暈。呢度有3間獨立驗眼房，夠晒私隱，完全唔會受騷擾。驗光全部1對1，資深驗光師會問你舊眼鏡佩戴情況，戴咗幾耐，平時多睇電腦定係多睇手機，了解晒你所有用眼習慣，驗得超詳細，成個過程大概20至30分鐘，一步步慢慢幫你調校。唔係流水線嗰種，完全跟返你個人習慣去配，體驗感極好。完全感受到驗光師夠耐心、夠專業，配出嚟度數超貼合日常用眼。驗完仲有詳細數據報告幫你存檔。
再嚟睇下鏡框鏡片，呢度嘅選擇真係多到唔知點揀，價錢低至55折，好似日本首座神級眼鏡 For Nice 呢度都有，而且呢啲款式折完仲平過喺日本買，飛機票都慳埋。另外德國嘅 IC Berlin 呢款完全冇螺絲，戴起身又斯文又舒服。Gucci 呢款折完先1800蚊，真係好抵。而家好興嘅智能眼鏡 Rocket 呢度都有，支援廣東話語音助手、實時翻譯、AI 識圖、第一人稱視覺攝影、AI 提示器同導航功能，價錢仲唔貴。其他品牌好似雷朋、夏蒙、Tom Ford、蔡司等等都有，唔理係純鈦、板材、輕量款、商務、復古、網紅款，乜都有。呢度鏡片全部官方授權進口，蔡司、依視路、凱米、豪雅都有得配，價錢低至3折，防藍光、超薄、變色、漸進全部齊，原廠加工，品質好穩陣。而家配蔡司任何鏡片，免費送櫃入面嘅鏡框，款式靚，仲有鈦金屬，極輕。Easy Wish 而家喺深圳有4間分店，其中2間啱啱今個月新開。龍華店喺一方天地 B 區旁邊，睇下佢嘅環境同設備。另一間喺寶安區寶安中心地鐵站 B 出口，環境清幽雅致，好舒服。想知新貨同優惠，微信公眾號輸入 Easy Wish， 點入眼鏡店就睇晒所有牌子同價錢。註冊會員送積分，多間分店通用，積分可以換貨當現金用，有效期1年。有問題直接揾客服問。哦，可以問客服，睇下有幾多折咁樣。售後超安心，1年免費調整保養，香港顧客可以順豐直接寄返屋企，超方便。係唔係覺得好似見唔到小朋友嘅眼鏡？原來眼鏡店嘅另一邊有間專為小朋友而設嘅小天地，呢度有玩具玩，有書同書台，提供俾小朋友現場試眼鏡。專業嘅兒童眼軸測量儀，加上好睇嘅鏡框，唔怪得咁多小朋友中意嚟呢度配眼鏡。成個櫃都係小朋友嘅檔案資料，呢度真係好專業同細心，完全照顧到小朋友嘅需要，家長可以放心。暑假就到啦，係時候要帶小朋友檢查下眼啦。睇完眼鏡，再過隔籬個天虹商場行下，呢度環境好舒服，係附近街坊日常買嘢鬆一鬆嘅好地方。成個商場樓層分得好清晰，非常好行。1樓主要做黃金珠寶、鞋同手袋，仲有各種生活雜貨，日常生活所需基本喺呢度搞掂。2樓就係我哋重點推介嘅天虹超市，亦都係買餸最常去嘅一層。後面再同你詳細講熟食、海鮮、水果同埋鮮花。3樓以上就係男女衫、家居用品、童裝玩具呢啲，好多寬鬆透氣嘅中老年衫，着起身輕鬆有得睇。床品、出外用品都好齊全，好似防曬帽、毛巾、遮、手袋等等，款式好多選擇。個商場整體都好乾淨，可以慢慢行，慢慢揀。而且喺2樓超市嘅對面，仲有一間理髮店，睇佢價錢非常實惠，又唔使你辦卡，最適合長者過去簡單剪下頭髮，方便又慳錢。既然嚟咗，我都剪翻個，感覺唔錯。行超市順便剪個髮，一條龍搞掂。2樓個超市貨品超齊全，真係咩都有，特別係熟食、水產、水果呢3個區，新鮮又抵買。熟食區有好多選擇，好啱唔想煮飯嘅朋友。呢度有即燒即斬嘅粵式燒臘、燒肉、小龍蝦、乳鴿、燒鵝、豉油雞、香酥鴨等等。隔籬仲有即整嘅包點、饅頭、餃子，全部都係家常味，應有盡有，睇到眼都花。呢度仲有個水產區，魚蝦貝類種類多，睇落好新鮮，水池又處理得好乾淨，有龍蝦、帝王蟹，好多款式嘅魚，蛙甲、鮑魚、生蠔樣樣齊。呢度最方便係買完海鮮可以即場加工，清蒸、白灼，簡單調味，清淡又健康。
唔使自己劏魚、洗魚同埋煮，直接帶返屋企就得，真係方便又慳力。水果區擺到好整齊，揀起上嚟非常方便。國產時令水果多到爆，藍莓、橙、蘋果、提子、菠蘿、西瓜等等。進口水果好似奇異果、車厘子、車厘茄，品質都好靚。超市仲有現切水果盒，呢個更方便，打開就可以食。榴蓮呢度都有，選擇都多又唔貴。超市仲有一個鮮花區，玫瑰、百合、康乃馨、向日葵等等，同各種包好嘅花，價錢好親民，40-50蚊就有一束，款式都好靚又新鮮。母親節過嚟帶返束送俾阿媽，真係平靚正。行完商場，受到地下呢間糖水鋪食糖水，我都係俾佢個裝修同門口呢啲五顏六色嘅廣告牌吸引住，未食都覺得好好味。呢度採用原木風加清新綠植，感覺好溫馨雅致，而且燈光柔和，空間感舒適，好適合下午茶打卡。呢度除咗糖水及飲品外，仲有好多款經典小食及主食，可以每樣叫多幾款，幾個朋友一齊分享仲開心。我哋就叫咗個套餐加份小酥肉，人均15蚊左右，份量都好足。兩份炸物都係新鮮炸起，熱辣辣。小酥肉加埋辣粉，更加惹味，外酥裏嫩，好好食。呢個八寶大滿貫以鮮草凍為主，加上手作芋圓，黃色一粒粒嘅芒果爆珠，咬落去酸酸甜甜，好得意。搭配燕麥加埋椰奶，清爽唔會太甜，口感超豐富，好建議大家試下。呢個糍粑外面好脆口，入面軟軟糯糯，糖漿好飽滿，食落去有啲甜，但都香口嘅。整體嚟講，呢間店性價比高，食物質素唔錯，而且環境好舒適，坐喺度個人好放鬆，係三五知己聚會嘅好地方。今日嘅福田石下站介紹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